基督的百姓已经期待基督的来临真久啊！伫罗马政权的迫害中，因对耶稣的为上帝的国君啊，得到盼望。因心中想讲，耶稣要来建立一个地上的王国，安尼因就会对罗马政权的迫害中得到讨放。因就准备要迎接因新的王进入耶路撒冷城。当耶稣入城迄时，真大阵的人，互因的衫甲棕树枝伫路上，围绕伊，因大声喊讲：好山啊，归伫大必的会，奉主名的应该得到福乐。应